成日都話唔應該躺平，應該要好好地面對個世界咁樣。其實你叫青年人點樣面對呢？佢哋有冇足夠嘅裝備，或者而家學校又好，世界教緊佢嗰套生活態度，係唔係佢哋可以面對到呢種變幻莫測嘅世界呢？我覺得咧，即係現在嘅青年或者現在嘅人啦，包括我啦，都應該有一種可以面對即係改變面對嘅心啊，即係應變能力啊。我覺得呢個反而咧比任何嘢都重要，因為而家你好多科技又好，好多嘢咧其實都要調翻轉你幫到你啊。即係而家已經唔需要話你要記一本書嘅內容，或者你唔使去自己去由頭到尾去睇一篇文章去理解嘅嘢。其實你俾 AI 已經處理到嘅嘢咧，其實你只係需要再做下一步，你攞住呢啲資訊或者攞住啲分析，你自己點做一個判斷，而點樣去讓佢幫你更加快去應變呢個世界呢？